国际新闻来关心上新的消息，这是根据美国媒体报讲，川普政府正在考虑讲要求，要申请去美国留学的在外国学生，要去读册进前，拢要先接受美国社群媒体审查。因为美国即马嘛已经暂停安排新的学生申请签证的面试啊。源头呢，拢是因为川普禁止哈佛大学去招外国学生，虽讲这件代志已经互法院打动，不过这7,000外的外国学生，因的未来也是充满变数。即马就真侪欧洲、亚洲真侪间大学趁这个机会，要抢这哈佛大学学生，甚至推出各种优待，要请这学生去读。川普政府禁止哈佛招收外国籍的学生了后，香港排名第3的香港科技大学，虽公开表示讲，愿意无条件接受哈佛的国际大学生和研究生来完成学业。在几天内，就已经接到几十个人的咨询，当在做个别的辅导，而且内面嘛有真侪是对香港和中国来的，已经接到录取通知的准留学生。US is becoming is becoming less welcoming towards international students. So I think China has been more welcoming in that regards towards international students. Like they gave me a full scholarship. And so in that sense, I think it's kind of shifting more towards China. 美国上好的大学成全球上好的学生，这种态势有可能出现转变。国际之间嘛开始抢人，目前是包括香港大学、香港中文大学、理工大学和城市大学，拢表态讲欢迎哈佛国际学生来读，而且佮送奖学金、简化就学的点数，甚至伫签证和安排大部分拢来斗相共。Many of us, follow very similar, hold very similar values, and so this is a chance for us. We feel that we can open up our resources to help these students in need so that they can continue their academic journey. 日本东京大学26嘛宣布讲，当地研究短期来接受哈佛的学生的计划。日本文部科学省27是呼吁全国各大学提供相关资源。另外，欧盟是启动5亿欧元的计划，想要用这个机会来请更较侪美国的研究人才。阁有真侪有名的大学嘛想要来抢收更较侪哈佛的学生，但是离后学年的开学，即马敢若剩3个月，要大规模来接受这学生是并无简单。川普指控哈佛大学是助长反犹太主义、学校暴力和进步派自由主义的大本营，就去冻结联邦拨款，而且禁收外国籍的学生。伊26搁一摆出拳，伫社群媒体讲，考虑要撤回对哈佛大学30亿美金的拨款，并分配给全国各地职业学校。佮讲对美国来讲，这是一项介伟大的投资，而且需要较紧去做。公司新闻施惠中编译。